特别客家貢獻獎特別報道來看到，寫咗超過40年的時間，長期關心台灣、關心客家李梅文學家王健，係今年3屆客家貢獻獎終身貢獻獎嘅得獎人之一。1968年天然勞工到美國去大之後，雖然講係來到美國咧，無佢嘅心，其實係留到台灣。像係佢嘅文學作品，從頭都係充滿對台灣嘅情感。除了之外，佢也催生了北美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對海外積極嚟從事各種相關嘅客家傳統。昨年貴姓蘇雅頭中看起來就講下嘅氣質，佢係大啲美國嘅文學家王健，做當年年齡嘅書全部都係佢嘅創作。本名王水健嘅王健，寫作至今超過40年。佢嘅文學啟蒙先生就係客家大佬鍾肇俊先生。從年大啲美國嘅王健，於是想嚟台灣。文學作品咪總係用台灣做創作主題，啲客家用五線嘅角度寫出嚟客家五線，啲艱苦困境啲都嘅刻苦耐勞勞動線，係做對客家五線嘅統寫。有個社會主要是男女無平等嘅嚇，婦人家都啲較不人欺負啦。像呢條依度吹鼓嘅故事嚇，靠我哋所以婦人家嘅作家嘅筆寫出嚟嚇，俾大家看男人也可以分身啊嚟嚇。中美三浦 Q 係王健也今年最有代表性嘅作品，用當族嘅文字寫出嚟台式台客嘅人物故事，記錄嚟台灣流浪人台對 Q 民族嘅奮鬥歌唱。客家佢咪係台灣戰後翻轉台口小說三浦 Q 嘅提出嘅藝術家。對嘅作品地圖，咪就啲發現到用客家文字寫嘅文章。我應該客家莊嘅故事係嘅，你寫依度客家老人家、客家莊嘅故事，咁你客家莊行業都講行嘅嚇，所以我想了到小說嘅人物啦，你老佢講北京話咩唔搶啦。第一部就寫日本嘅統治，第二部就寫國民黨嘅統治，第三部就寫你出國嚇，來到美國嘅時代嚇。看到了台灣嘅社會，來美國嘅台灣嘅社會，用關心了台灣嘅民主化運動。關心台灣民意為客家。1968年，王健天然勞工到美國去大學後，還成立了北美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啲關愛從事客家認同，配合台灣啲關愛做比較嘅協助。就像係該時節客家田推本草推嘅時節，王健就用客家田推代表嘅身份，到美國嘅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開嚟拍布條抗議。因為佢哋做嘅事情嚇，客家人民經過佢哋就天台，裡面就自就發生嘅一個機會嚇。所以就講我去抗議，甚至於大家依度人邊啊講真關心台灣嘅事情嚇，客家人嘅事情，所以個樂體嘅同樣會嚇，也一直不請啊去講罷啦嚇，所以我就依度機會去同樣會，客家同樣會就講客家嘅問題，台灣同樣會去講文學。上日件44歲咧，王健嘅別30天過，佢講佢嘅信仰就係處了廣告嘅文學家人歸為歷史做見證。客家佢咪為繼續用文字，客家用實際嘅行動，表達出對台灣對客家嘅濃濃情感。下中中主委林秋玲特別報道。